各位乡亲、高早，欢迎收看今日3月29台记大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一开始，咱关心宝林地色的食物中毒案，即马继续在增加，目前已经累积18例。卫福部伫昨暗有临时开记者会，公布伫死者遗体内底验出米甲菌酸，这款中毒案例是咱全台湾的头一例。另外，针对外界这支中央处理慢一步，小署嘛宣告说明规个处理的时程。另外，为着要统一资讯，对今日开始，逐天10点，卫福部拢会公布最新的案例数。从其中这个一个解剖的这个简体哈，那在血液里面我们有验出所谓的这个米酵菌酸。李贝案紧急加开记者会，因为这个宝林案第一位死者遗体内面验出米甲菌酸，是台湾第一例米甲菌酸中毒致死的案件，对外界批评中央处理慢半拍，食药署说明规个过程。3月25号是我们食药署主动，问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就是跟他确认。那到宝莲茶室这边的时候，我们抽验了有果条、调味酱等等，在现场所看到的很多的食材，一共有35件。卫福部讲到28到5点，个案统计总共18例，已经2个人死亡。除了解破后礼拜米甲菌酸标准品到会，到时所有一当收集到的食材，包括供应商，拢会去检验。米甲菌酸毒性正强，专家讲只要正少量1.5毫克就可能死亡。每经过约4天多，它的量会减少一半，所以在病患的身上还可以测得到，因此很快速的在数个小时到1天内呢，就造成了死亡，那发病。那整个死亡率呢，在过去的文献里面，从30% 到100%哈。米甲菌酸伫咧22到30度的环境会快速增加，无说你食到可能会出现头晕、吐、老，若较严重的会影响到肝甲油脂，伊无法度被移除或者是破坏，所以食药署叫大家唔通食长期放伫咧不同环境的淀粉发酵食品，因为地方中央公布的个案数定定无同，所以即马统一由疾管署伫逐天早起10点公布。如果它中间有这个进程比较快或忽然很多的 case 的时候，其实我们也不排除在下午也再公布一次。王必胜也强调，即马验出来唔是最后的结果，因为民众拢正关心，所以甲知影的部分先公布，上尾的结果也是由检察官综合判断，结果最终发布。记者综合报道。宝林案即马已经造成2个人死亡。第一个死亡的案例，39岁姓李的死者，伊的牵手即马是对送病院急救的过程有记录，所以公布排除要对病院追究责任。因若昨昏台北市法务局嘛有找宝林的负责人去说明，检方嘛已经介入侦办，甲负责人、店长还有杜子拢列做被告。为了要查清楚宝林地性2件死亡案件真正死亡原因。新北加台北地检署检察官李贝针对2位死者进行解剖，其中第2位姓陆的死者牵手讲，除了对宝林地色提过，针对送病急救过程有记录，无排除会对病院追究责任提过。希望台湾的检察机关、司法机关可以还给被害者的家属们一个公道。台北市法制局昨尾暗找宝林参与的负责人李凤兴到案说明，对媒体问题，伊自头到尾面色叮当无回应。现在受害者这么多，有没有什么话要来讲？为什么不缴保费？这个公司在会议中有直接讲出来了，就是他们目前的经济状况是属于负债。那消保官也有要求他们提供他们的资产负债表，不论是保险公司，或者是远东，或是宝林公司，其实针对这件事情最终的责任啊，因为现在没有人可以肯定，所以也没有人直接跳出来说他们一定会负担最后的赔偿责任。业者讲，当初因为投资失败，造成公司动通才会无力保费。这么公司经营状况是负债，也无清楚为什么发生这件代志。检察官认为，宝林地色的负责人、店长加总部师3个人犯嫌重大，对3个人限制出境出海。除了找宝林说明以外，远东百货、大时代加国泰产险也拢派人参加会议，并要求提供3月17到3月25这几天，总共91笔人去一个宝林的消费记录。另外，台北市信义分局也伫28号通知台北的信和的越南籍总部师到案说明。代为宝林茶室 S3
餐厅的代班厨师胡某。那目的是为了调查本次食安事件，案发期间其代理原本周姓厨师与上述的一个餐厅烹煮食物的过程。那同时也依需要厘清使用食材的一些来源。那专案小组在制作笔录完毕以后，将带至地检署来接受一个地检署检察官的一个复讯。暗时9点半，警方依照食安法一个过失致死罪嫌，将总部西移送台北地检署复讯。警方无排除搁在约谈姓李的负责人加姓王的店长，查清楚代志相关的疑点。记者综合报道。代志也咧滚价，也未收煞。台北市长蒋万安昨昏嘛希望中央会当启动下部会的统筹调查。另外，台北市卫生局资本有讲，宝林有一间分店，到27暗也搁咧违规营业，相当会甲罚300万。也毋过昨暗是随澄清讲，这间分店伫27已经停业啊，所以未甲罚。也若宝林有向国泰产险投保，也毋过拢无纳保险费，所以因的保单是无效的。台北市素食餐厅宝林地色疑似食物中毒的事件，代志愈来愈大。市长蒋万安伫办事参加行政议会，希望中央协助加速检验，赶紧调查清楚事实的真相，也希望中央启动跨机关部会统筹调查。我们需要中央来协助的地方，包括实验室的量能够尽快的厘清事实真相。很希望中央可以跨机关、跨部会，来统筹调查。新北市长侯友宜也连续2天到病探视受害者家属，答应会协助调查真相。台北市卫生局讲，宝林地色的主餐厅并无违规营业，所以未该罚。因若宝林地色使用的几啊条的供应商、南港中盘商、丰记食品行，因供应双北总共10间下楼的店面，目前已经暂停供货。法务局也证实，宝林向国泰产险投保的产品责任险加公共意外险无纳保费，所以保单已经无效。我们对宝林的偿债能力其实是画上一个很大的问号。所以，如果这一次的事件可以落在远东跟大时代的公共意外责任险里面的范围内，那我就相信对于受难者家属会放下心中的大石。台北市政府讲，若是受害者家属有意愿，会当对宝林提起扣押，律师费由市府承担。社会局也已经完成家属加受害者的访视，全面发放慰问金。原则上目前还在住院当中是6000，那已经死亡的部分先行是1万，其他县市以及诊所治疗的部分，我们只要能够取得联系的方式跟管道的话，也会持续的发放。台北市警察局讲，伫咧26接到报案了，就已经派员警扣押监视器，侦办的方向无排除人为的因素。记者综合报道。咱同齐关心天气，今仔日是透东风，各地拢是侪云好天，会小可小热。咱同齐看温度，今仔日伫北部、东部高温是26度，也若其他的所在，今仔日高温有28度至30度。也若这几天天气有变较热，这3月尔昨昏伫嘉义的大埔就出现36度1个高温。要提醒乡亲，今仔日中昼左右，若是有要出门，就要加啉水嘛，要做好早日，天气会较热。另外，伫今仔日北部的山区、东部有局部阵雨，过昼了后，中南部的山区嘛会落阵雨。若明仔水气就会变较高，中部以北也有东部、金门、马祖拢有机会会落雨，其他所在伫明仔是侪云的乌阴天。今年春雨的雨水看起来应该是无啥理想，这对水库的帮助真有限。目前咱全台湾的水库欠水率大约是3成至8成，水利署即马已经甲桃园、新竹、苗栗，也有台中的水情灯号调整做青灯，是要提醒民众用水就要准则。目前全台湾欠水量上大的，比如咧，即马是翡翠水库有7.7%，即马翡翠水库7.7%的欠水率，水网同款无落雨，也毋过会使继续到帮站石门水库，所以石门水库到6月底供水拢无问题。你远远啊看翡翠水库，原水为170公尺，二倍水位嘛是有到160.3公尺。今年受到春雨较少的影响，集水区的降雨量减半，创营运以来第3可观的纪录。不过翡翠水库的脱水率嘛是有7.7%这么高，供应台北市各区的用水是无问题。3月开始，逐工对早起10点放水到半暝，无到透早，186万吨原水，稳定北部各县市民生供水，可以间接的舒缓这个石门水库的一个供水压力，也使得这个石门水库能够有余裕，能够往
难满足这个供水，那另外也稳定了科学园区的所需的用水。翡翠水库支援的石门水库水位是一路降，目前的特水lượng是干那剩3成左右。全台水库是加减受到春雨无够的影响，特水率差不多3成到8成。水利署已经先甲桃竹苗和台中的水井灯号调整到提醒的市点，好让大家欠得用水。而且预估未来3个月降雨同款有限，必须要超前部署。目前的整个台湾地区的水情非常正常，各个水库都蓄有3个月以上的公共用水、抗旱水井以及这个移动式的 RO 净水设备，我们都已经准备妥当。翡翠水库虽然讲同款嘛，要面对降雨无理想的问题，但是管理局严格管控、调整放水，才会当一直维持伫要满水位的状态。今年已经支援供水超过80天，等于是完做6个嘉南新山水库的水量，到6月底拢无问题。会管局讲，配合中央调度供水，逐工替市库是增加超过100万，今年累积的收入已经超过7000万。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一个上新的消息，这是伫昨暗国道1号往北19公里堤顶交流道站发生重大交通事故。这是一台轿车家己去弄护栏，转摔到嘉南河，目前死伤也不明，嘛还未找到。对画面会当看到台北市交通局伫市地站8点41分的时接到通报，讲国道1号高架桥往北堤顶出口的这所在发生交通事故。因为有民众看到一台车，唔知是啥物款原因，转家己去弄护栏，转冲出去，摔落去嘉南河，赶紧通知台北市的消防队来找。警消有赶紧出动救护车、消防车、快艇甲水上奥多拜，嘛出动34个人员透明的走找，也毋过目前还未发现车辆，还未找到。继续关心，对4月份开始，后礼拜电火钱要起价啊！中南部自本天气就较烧热，即马有学生家长就烦恼讲，未来学校敢会为着欠电火钱，全爱较无爱开冷气。这是因为讲学校的冷气的这个钱，拢是由教育部补助的，用偌济电、用电的时间，才拢有标准。那即马经济部已经决议讲，学校的电火钱伫即届是未起价。学生囡仔当咧教室上课，最近高雄天气渐渐转热，即间国小有的班级是开始吹冷气。即阵中南部已经有悬市气温超过30度，有家长会烦恼，南部的天气本地就烧热，但是4月电钱起价，学校敢会为着省钱无要开冷气，惊囡仔会热着，要家长有无共看法？我感觉囡仔嘛莫过了伤舒适，因为你若伤舒适，到时阵伊电脑袂惯势。安尼个热天要到啊！气温悬，囡仔较会躁动，也是讲囡仔体质有诶袂堪热，所以伊会影响到囡仔诶学习。教育部为111年推动班班有冷气，补助学校4个月冷气钱甲维护费。为今年开始，补助金额提悬到1度3.71块。高雄市政府教育局为前年开始，补助日子特别增加到5个月。以高雄前金国小为例，学校会以气温做标准，鼓励老师超过28度才开冷气。就甲这个钱把分配予各班来使用，咱有一张卡，学校会甲钱添伫内底，各班就用这个钱来吹冷气。经济部电价费率审议会决议，即届学校是伫个电价无调整的范围之内。经济部已经决议，虽望4月份电钱就会起价，不过未有定远到大专以后，拢无要起价。高雄市教育局表示讲，未来若是学校补助电钱有无够的状况，会当向教育局来申请。记者张义辉、屈兆勇高雄报道。针对4月份要起电火钱这条，即马立法院的国民党团甲民众党团拢拍算要阻挡电钱起价，嘛摆入今仔日伫立法院的讨论事项。民进党团是要求调野爱协商，等1个月了后才过来讲。经济部即马是表示，准讲立法院尾也决定讲袂使起价，安尼政府就继续补贴台电。只是讲即马咱的电价价过成本是事实，台电就会继续了钱。
经济部电价费率审议会进行决议讲，4月开始电价平均的调幅差不多11%。后日派国民党团和民众党团分别拢提案讲卖起电池。8月29的议会讨论事项，民进党团决定要反制，甲提案叫落来入去调解协商。但一个月领导期过才讲，因应国际的局势，我们必须涨电价。台电是不分蓝绿的，台电是国家的，那电费、电价，包括用电的永续经营，大家一起来承担。1个月之后才做协商，恐怕那个时候我们的整个调涨的这个政策就已经执行了。电价调涨呢是以它的牵涉的层面呢是非常的广的哈。国民党团认为讲要调电价应该公开透明、全民监督。民进党团指出讲，2015年立法院就决议要成立电价审议委员会，规定讲若要调整电价，拢要经过审议的机制。那电池改后立法院决定，恐怕会加速台电的破产。电价的上涨是全球性的状况，不是台湾独有的。这一次的电价调整的是希望比较有能力负担用电也比较大的，减少它的补贴。那如果全部都动，那我们这一次的用意就无法发生。那这个亏损是累积在台电。希望社会各界能不分朝野党派，共同支持维系台电公司的正常营运，以及台湾能源的永续以及稳定的供给。政府会持续密切盘点检视，然后尽力确保民生物价不受大幅波动。经济部回应讲，尊重立委的提案，但是若立法院决议讲全部拢卖起，这电价继续比成本较低，了钱就爱台电全部拢来吸收，咁合理就交予国会讨论和评断。记者综合报道。介详情看今日报纸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政府提供各中的学生来自工会的 HPV 预防社已经真侪年啊，刚要甲各中的查甫学生嘛加入工会的补助。卫福部国健署是表示，全面注射即马有伫规划，今年的经费大约是需要4亿7千万，上紧伫明年会当实施。继续看自由时报，中信银行和波士顿顾问 BCG。调查国内超悬的资产的客群，发现去年整体国民个人财产总额有194条，其中资产的净值上亿的人客大约是11万人，内底有7000人财产是10亿以上。来看中国时报。台北市天管处即马对外宣布，对4月份后个月开始，要用半年的时间来试办看卖，伫杭州南路一段24号到市州路2号这2个地点，要试办大型的重型机车甲一般奥多摆的公家用停车格。这2个所在拢会提供10个的停车格，而且这费率的算法同款是1届20块。来关心南投有一个50多岁的查甫人，唔知昨昏是因为讲伊不满政府的政策，昨在10点多走去所谓发展部延平南路办公室外口向大门开3枪，加在是无人受伤，无人安怎。嫌犯讲伊的枪是对网络买来的，目前警方正在追查伊犯案的动机，嘛在调查敢有共犯。穿起白衫穿插查某人点点啊徛伫大厅，看到有查某人行入来，佮下手叫人离开。但后一步，这查某人忽然间甲灯枪举起来，拿枪起来了。对准大门开始射，一个就看到火焰，砰一声，玻璃已经碎甲规头壳。代志发生伫个2月早起10点外，查某人是一个小摆型，也穿着弄入来所谓发展部，伫1楼大厅大细声，佮上阵监视器看板含大厅连续开3枪，但是犯了后伊嘛无拍算逃走，老身在甲头毛来，互警方逮捕。早落伫犯进前，伊就伫个面册预告讲，家己毋是死就是关，敢若行动早就有预苗。规篇大文拢伫批评执政党的政策。即摆经数位部动手，伊嘛向警方强称讲，是不满数位部乌白开钱。犯罪动机还有使用的枪支来源我们分局将进一步的进行侦查，是不是具有特殊的政治背景或不满唐部长的任何的施政范围的作为的部分，那我们还要再进一步的调查。这个涉案50几岁姓张的查甫人，过去受前科捌坐监，出狱了后是咧做旅游业，伫南投经营民宿。伊讲是中国游客无法度来台湾，互伊的生活变甲真困难，因为外北民反，伊才会塞车来北部开枪。
大声高喊他是反政府人士，然后他本来想要上到2楼的办公室，但因为我们的警卫同仁有立刻通报，各楼的门是把它关起来。犯罪工具踩到几刀啊？警方对伊的身躯顶找到散弹枪1支，含改造手枪1支，枪支是超过20粒。作案的枪支是对倒来的，虽然伊讲是真侪年前伫网络看到广告买的，但是警方是无啥相信会继续去追查，嘛爱厘清讲敢有共犯。若要专案是照枪炮含恐吓公众才罪嫌以上。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咱来关心芭蕾奥运伫7月份就要起鼓。伫比赛期间，上届重要的盛会，即马确定要放伫罗浮宫头前，而且会由 LV 来做奥运奖牌的展示箱。若即马时间愈晚，当地风景是愈歹定，而且介绍嘛伫头前悬。罗浮宫博物馆头前的杜乐蒂花园人潮来来去去。今年7月26登场的第33届夏季奥运，特别伫法国巴黎展开。比赛期间上重要的盛会安伫地点，原本一度讲要装伫有名景点埃菲尔铁塔，也是罗浮宫。暂时消息人士透露，会放伫罗浮宫头前的杜乐蒂花园，若规工有维安警官执勤保护，袂当互一般民众看到盛会。Ça vient de changer parce que la Tour Eiffel tout le temps, enfin c'est le cliché parisien. Il faut aussi voir d'autres choses, quoi. Il y a Montmartre, il y a les Tuileries, il y a le Luxembourg aussi. Enfin, il y a plein d'autres choses dans Paris, quoi. Donc ouais, en vrai, je trouve que c'est une bonne idée. 另外，这个主办单位佫找来时尚品牌 LV 路易威登，用品牌170档做行李箱的工艺，替奥运奖牌甲盛会花板做专门放伫的箱仔，替所有运动员祝贺奥运比赛最高的荣誉。Elle maintient quand même une médaille qui va faire 500 grammes, il me semble, donc qui a un poids conséquent. Il fallait trouver un système pour la bloquer à l'arrière. Et on a développé ce système de barrette qui va venir ici, qui va venir bloquer notre sangle et la positionner comme on le souhaite. 在了奥运开幕剩无偌久时间，当地比赛期间会有大批观众出现，在大棚需求增加之下，和巴黎厝税起到用要4倍，有一个房间甚至开出1暗500歐元，差不多大票17000多塊。Pour moi, tant que c'est pas des prix scandaleux à hauteur de 600 € la nuit et que ça amène pas à des abus, je pense que c'est à peu près OK。这个封条和部分伫巴黎有空厝的厝主准备挖库，甲房间租出去发一笔奥运财。而且伫巴黎出现大批看比赛人潮的时阵，去其他的所在度假，撇开到时阵的人潮甲车潮。公司新闻台是同朋友。镜头来澳洲。全世界有到800亿个人口登记以来，拢是遥不到的状态。严格联合国上新的统计数字是显示讲，2021年有10亿栋各会当食物件好好是互拼掉，而且这款情形，不管是伫好业还是散财国家，拢同款。地属弱势族群食袂饱，而且安尼做，唔拿土地，嘛对环境造成负担。联合国最新粮食浪费指数报告指出，2022年全球登记机构人口将近8亿，按国家庭甲企业单调超过10亿吨的食物，价值超过1兆美金，平均每人每年浪费79公斤的食物，而且浪费粮食产生的碳排放量是航空业的5倍。联合国就表示，粮食浪费的行为会当讲是全球悲剧，会对地球环境造成毁灭性的影响。28% of the world's agricultural areas used to produce food that is lost or wasted. Wasting food really leads to waste of land that is precious, culturally significant, critical to ecosystem health and carbon sequestration. 数据指出，2021年家庭浪费的食物量超过6.3亿吨，占总体粮食浪费的60%。过来是餐厅甲旅馆，差不多2%。其中富裕国家的民众常常买伤济食物，致使食袂完。有一寡食物伫还未烂去进前，都因为超过保存期限爱断掉。散赤国家是因为欠缺保存工具，食物较会伫运输的过程变质，也是拍无去。Food waste is not just a rich country problem. It is absolutely a global problem. We only saw a 7 kilogram per capita per year difference between the average of those in each of those cases. 专家表示，政府应该甲生产商以及零售业者合作，甲食物送去弱势团体的手头。目前愈来愈侪案例显示，公司合作会当有效减少粮食浪费，对气候甲环境有正面的影响。公司新闻牛眼编译。今日国际上还佫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去看世界。
俄苏有一架军机，那亲像伫空中导火，转杀落海。根据了解，飞行员有顺利逃生，冒风救起来，平安无代志。啊，那这阵意外是因为战争受攻击，也是意外，即马等在调查。来关心南非有一台巴士，那亲像是失控去弄护栏了后，车辆滑落坎骹，转导火。车顶46个乘客，尾啊，敢若一个8岁囡仔有滑落来，不过这个囡仔重伤，当在病院治疗。另外，美国国务院有对外表示，美国打算要甲墨西哥合作发展半导体供应链，会评估墨西哥现有的半导体产业，也有法规，也有人力。不过，针对这件代志，墨西哥也未回应。来关心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情报甲作战小组的主席伯格曼带下党派的议员来咱台湾访问，昨因是去总统府拜会咱总统蔡英文。伯格曼讲，希望台美会当做伙发展海上战略来对抗中国。也那未来的副总统萧美琴是结束欧洲的行程，返来台湾。伊表示，未来伫外交事务，清德希望伊会当发挥伊的专长。结束欧洲行，返来台湾，中副总统萧美琴的第一个公开行程是受邀参加国际论坛开幕。在2个多月前，这个赖副总统曾经跟我在讨论未来我可能会面对的情境。他念了5、6个单位，会邀请你参加一些具有跟国际连结、具有知识性的论坛。萧美琴讲，准总统赖清德未来伫外交事务会互伊有发挥，亲像是切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情报和特种作战小组的主席伯格曼，抗敌小组民主党首席议员诺格斯，和众议员潘尼达下党派访团计调到台湾，特别除了跟蔡总统嘛，和正副总统当选人大小会面。3亿美元的无偿军事融资，这对整个台湾的国家安全或是台海的和平稳定都有莫大的贡献，非常期待未来台湾能够持续得到美国的支持跟合作。Taiwan is a key U.S. partner in the Indo-Pacific. This includes a strong Taiwan maritime strategy and how we can work together on shared goals to counter China on their increasingly aggressive actions in the region. 伯格曼特别强调，希望台美做伙发展海上的战略，对抗中国威胁。毕竟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发布的特别报告内面认为讲，美国的安全和繁荣和防止全球战争的爆发顶悬，台湾是真重要。美国副国务卿坎贝尔最近第一摆和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通话时阵，嘛重申维护台海、南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记者综合报道。中国的海事单位宣布讲，对日期开始，因要伫台湾海峡西边的水域执行联合巡航，要抓违法的船只。不过外界即马是较烦恼讲，两岸的执法船会发生严重的冲突。也若有一个70岁咱民众去月初时去中国旅游，身体无爽快，引发动静。尾安呢是透过国台办，也有两岸安徽协助之下，27个时经过小三通，返来咱台湾就医。金门红十字会人员真细致，甲倒伫两桥顶悬70岁姓吴的老阿伯，开工落船，可以上救护车就医。这个姓吴的阿伯月初去中国旅游，出现心脏衰竭等等的动静，家属甲金门红十字会求助，申请医疗紧急救援。伫国台办也有两岸安徽协助之下，日前搭小三通的船帮返来台湾就医。去年从2月份开始，重启小三通以后，就有19位申请了医疗紧急救护。那今年到今天为止就有8位。金门红十字会表示，去年小三通复航了后，目前累计有19件台胞遇到动静，透过小三通人道救援返来台湾就医。面对三不批准海顶的风险，中国海事单位日前伫台湾海峡西边的水域展开联合巡航，插入水顶外航勇士、甲违法掠鱼仔等等。其中参与的中国海巡控1轮，是中国头一架有海事监管、甲救助功能的大型巡航救助船。金门协会认为讲，人道救援是好代志，不过两岸需要有沟通的管道。救难这个事情是无国界的，应该是会赞同这一个想法。一味的立场是乐观其成。我们这边的民众有发生什么状况，或者呢对岸乡亲有发生一些出海发生状况，基本上我觉得在人道救援的角度来讲，都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中国讲联合巡航是为了加强巡查海峡西边的通航环境，不过金门快艇并旗的案件还未结束。中国渔船佫真正出现伫苗栗甲中华外海，海巡最近连续驱离9只下过界的渔船海委会强调讲，咱国会常态性执法。
就是常态性的执法，我们都依执法的 SOP 在进行哈。应该要驱离的会驱离，应该要登检的或者是扣留的，我们都依法行政。因若金门钓鱼仔的人失去联络，因为姓吴的查甫人有现役军人的身份，目前也封扣掉咧，无法度返来台湾。外界烦恼讲，恐惊会加做对方的人质外交。关佩玲讲，各部会会持续沟通，海巡嘛随时准备接人。记者综合报道。目前两岸局势有较紧张，海军的海防大队机动4中队伫去年底成军了后，就进驻伫花莲的新城，而且海防大队有雄2雄3反舰飞弹。专家就分析讲，机动部署伫东部会当执行反制东部外海中国军舰，会当防止因对东部登陆。台东的海滨公园2早起，有人看到反舰飞弹车队入来，4台拢已经甲发射架设好。社控雷达车伫边仔台面附近，还有全新武装的官兵警戒。海军海防大队机动反舰飞弹车队最近真接伫台东市区出入，外界解读海军可能伫进行测评。尤其海防大队机动4中队去年底成军，进驻花莲新城，有配雄2雄3飞弹火力强大，负责台湾华东海峡一家支援东南海峡的反舰任务。雄风2型反舰飞弹搭配超音速的雄风3型反舰飞弹，来对敌人的船舰进行反制。那么海风大队未来的任务很可能就是会在台东还有就是甚至到更南边的，就是恒春半岛一带遂行这个巴士海峡的封锁任务。海防大队有高机动性，一旦快速变化阵地，增加战场转化率。学者分析，海防大队部署东部，反制中共军舰想要突破第一岛链，到西太平洋为东部环台。另外，国防部28发布查到共机20台共艦8隻持续伫侵扰，其中有4台超过海峡中线，进入咱西北空域。上近离家人59海里，北部空域另外有2台虎舰机，西南空域有9台共机，离五人偏80海里。另外1台虎舰机伫东部海峡活动，共机绕台已经形成围台队形，引起关心。我个人并不认为它是一个包围的态势，那是因为如果你注意到时间，首先第一点，它是在不同的时间点在这些地区活动，所以它并不是一个同时包围的效果。那再者就是说，它的时间维度，如果你去注意每一个机型的活动的话，它时间维度也拉得很长。所以换句话说，你可以把它视为是一个不同的零星的活动，在不同的地区去出现。学者认为，中共国现军机绕台时间无同，演练封岛围台可能性较低。不过1台虎舰机飞往东部外海，拄到海防大队测评，不排除目的是要侦查相关的情报资料。记者综合报道。新竹市大学路51巷是行向科学园区其中的一段路，所发生路树倒去得到一个骑奥多麦人不幸过往，家属今嘛不满拍算要讨国赔。桥下卡的路段车真多，这是新竹市大学路51巷，嘛是要去德考一定会经过其中一条路。结果19上班时间，因为有路边的树仔倒去，造成迄天塞车3点钟。但是后壁煞阁发现讲，这其实唔只是单纯的路树仔倒去的事件尔。路树压倒下来，但是却不知道当天竟然因为新竹市政府还有高工局的疏失，而导致于有一位女骑士因为路树倒塌而身亡。如果这个程序要等太久的话，那他们可能会进行两方都提告。等来看19早起，一个查某骑奥多麦经过这个路段，结果路边的树仔倒去，伊互缀条，真无简单才骑起来，煞阁互电火条仔缀一个倒去。规个事件是影响3台汽机车，这个骑奥多麦的送医急救几天了后死亡。家属事后发问讲，规个事件是互一个火仔因为安尼破嘴啊，但是我们高工局煞伫遐互相在杀责任，因建议要提出国赔。它目前的地主是属于高工局的部分，那我们也把相关的一些资料给相关的单位，那也厘清后续的各方面一个责任。第一线的来听取家属们对于这个案件的一些心声，希望他们可以尽快的来厘清相关的责任归属。我也非常的希望能够尽快来进行帮家属进行这个相关的赔偿事宜的申请。但是这一件事情的程序上，我们也是尽力的来全力来配合新竹地检署的调查。目前在现场嘛是会当看到一寡长期的树枝，因为这个路段路边的树仔是新竹市政府也是高工局在管的，但是两个单位的见解无同。高方案讲已经把资料交予检方，希望较紧来厘清责任的归属。若是新竹市政府需要赔偿，嘛绝对袂闪避，会全力来配合调查。记
记者综合报道。刑事局和北检这个单位有了着一桩运送毒品案，有乌队背景细苦的一个主嫌对荷兰运送3级毒品凯他命入来咱台湾，佮甲毒品透水装伫外面的保养品的罐仔内底，想要来闪过追查。目前警方已经抓着5个人以上发办。航空包裹放伫刹车顶，会当看到内底有干仔装物，拆箱了后，原件甲一罐仔一罐化妆水放伫涂骹，一罐仔一罐清点。是419.6。规道出名品牌化妆水，刑事局去年4月接到关务署通报，有2件为荷兰来的科技包裹，内底全部是化妆水。检验了后，煞发现是真罕见的液态 K 他命，随顺线追查，掠到有乌道背景姓苦的主嫌。主嫌为黑帮帮派分子，许姓男子，遂规划部署职务，并将许嫌查缉到案后，循线得知，该集团另有安排于112年7月中旬，将再次运输一批。根据了解，主嫌先提供假的资料地址予境外毒员，安排为荷兰出货，再搁将 K 他命转做液态，制作化妆水，分几落届寄来国内指定社区。主嫌再搁委托唔知影的一般送货员去提货，送去指定的地址来先对查。运来台湾之后的话，要经过高温煮沸、蒸发之后，才能取得这个本状的 K 他命毒品。警方分做2届，拢总查到140罐液态的 K 他命，市价差不多400至500万。涉案的5人依照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4个主嫌目前已经裁定收押禁见。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前华业连潭里因为南科的台南园区即马带动发展，即马是互人合作讲是台南即马上好嘅里。因过当地车路伤过下，全里为红线拢禁止临时停车。因过即阵大楼是愈起愈多，地区车位是真恶找。地方即马就希望政府会当增加停车的空间。土边明明为红线，车主也是违规停落去。台南县华连潭里因为华南区人口愈来愈多，根据了解，连潭里是早期都市计划新建的。地区大部分的车路，敢若有8米宽，连车道中央的分向嘛无法度画。即阵路下若车个顶条咧。警消要救护，就真歹烧闪车。地区3天前，全里就拢为红线禁止临时停车。租客的影响比较大，因为租客毕竟房东没办法提供他那么多车位啊。嘉义的路都很大，为什么高雄路都很大？为什么台南这么小？从化区的话，理论上他又搞这样子，我就觉得有点。我是较困扰的对啦，对，比较困扰就是。连潭里户籍人口数6500多人，里来出租套房上无超过2000间，可算大约有2万人住在这。即卖全里为红线，家长接送囡仔嘛连带受影响。学校只好参警察局讨论，稳准部分时段会当停。里长讲，虽然政府已经要起停车塔，不过下面要进驻店家，因惊到时压迫到原本的车位。因为它下面是规划商圈，有商店要进驻。你外围的那个道路就是8米尔，8米的话，其实你生意上好，我嘛头壳疼；你也无生意，我嘛头壳疼嘞。车一出来，而且路太小，变成所有的优点都会变成缺点去了。这个停车场透过立体化之后，会再增加300个的一个停车空间哦。这个对整个连潭里周遭的地区，应该整个停车会有一个明显显著的一个供给的提升哦。交通局表示，停车大到时会平本正的停车位加3倍。另外，未来会参多法局合作，找适当的所在设停车场，初期先做平面型，尾手需求若提升，就会改做立体化来改善停车的问题。记者上台南采访报道。今头来嘉义中部有社区，请老师来教时代讲莲花鼓。老师讲，这款莲花鼓的声音是真好听嘛，真好学。时代学无偌久，免偌久，就会当熟手啊，而且拍起来佫真有伴。中心美好，来准备开始。会校老师会指导中部对乐谱的数字，一个音一个音豆豆啊讲，这个合作莲花鼓的乐器，毋但讲出来的声甲一般的鼓无同，而且讲的速度较慢，老大人来学，连咪都学会晓，愈拍会愈深刻，愈有成就感。所以哆来咪发嗦拉西啦，观音基音安尼尔。啊，讲好算无？好啦，好算啊，大家讲啊，讲严。太鼓不是
伊讲出来的声，人讲的就是气势较好，啊节奏嘛较强，啊咱的空灵鼓伊较柔，啊有的长辈伊其实较介意柔，比较柔的音色。老师讲，这种联会鼓讲出来的声音，会当互老大人的心情有平静的效果，而且鼓甲鼓池拢袂动，袂占空间。老大人透过练讲鼓，嘛会当互头壳双手拢加振动。对这音乐是好，哦，对咱的这个有这个脑吼，较有这个灵活，所以讲呢，学歌吼，较有迄个精神。好用去动伊遮个头壳的，咱来讲的左右脑，啊慢慢练习，啊伊。练习的过程当中，伊嘛会当对这个家己产生咱讲的兴趣。长辈就讲，这个鼓轻轻啊讲，就好听的声，较袂惊去吵着别人。即马大家先用简单的鼓来练习，不过大家嘛有共同的目标，要豆豆啊学。目标是要讲出大家拢介意的望春风。记者林伟霆家己报道。汉阳北管剧团创团团长曾进财老师，伫2021年去做生呐。伊毋但是咱国宝级的艺术，嘛是北管音乐奖有代表性的人物。曾老师看到诚侪学生培养北管人才，台湾音乐馆嘛特别为八只高艺坐透透的曾进财老师出一本专册，记录伊的一生。伫昨昏举办新册发表会。北管乐器热烈的气氛，唔但当摕来欢喜，伫民间的迎神、造就、松树等等的场合，嘛看会到。创立汉阳北管剧团的曾进财老师，2021年7月份过身，食到87岁。伊自10岁开始，就对阿爸伫戏班哪听哪学，啥物乐器拢会晓，互人学到伊是8只高艺坐透透的国宝级大师。记录曾进财老师一生的新册，伫拜四举行发表会，侪曾老师的学生拢有到位，嘛包括音乐制作人陈明忠，互人知影讲，伊会使伫伊生命中，伊要为什么伊要遐尼坚持，要甲北管留落来，伊精神传到阮即嘛，阮即嘛共阮教学生嘛是安尼。台湾音乐馆也表示，因有责任将台湾的音乐传承推广出去。这届才会出版这本册，将曾老师的一生记录落来。作者刘秀婷表示，出版这本册目的也希望政府会当伫教育方面加导出力。较早期会当建立相关的迄种的知识，相关的，你就算你一世人哦，你敢若会晓海两句的流水，安尼，这伫教育方面会当做的，就是。甲铺做好啊，互囡仔会当至少有一点印象，以后就有一个起点，啊无咱的物件会落足紧的哦。刘秀婷表示，望政府投入更较侪资源，互囡仔自细汉开始接触，这个传统文化才有机会继续传承落去。伊嘛认为，不管伫什么款的领域，建立资料拢是一件真重要的代志。假使讲有心，任何人拢会当做一个记录者，做伙将这个珍贵却强要无去的传统文化传承落去。记者刘新武、谢桂林台北报道。根据文化部伫2021年国家语言发展报告内底有讲，30岁至39岁以下族群是即马台语能力，无论讲是听、讲、读、写拢无介好的族群。民进党的立委张雅玲就指出，若是安尼，要安怎传承母语？按照国家语言的整体发展方案内底嘛有讲，文化部爱伫2026年达成台语家庭5万户的目标。严格甲答，文化部拢还未定出台语家庭的认定办法和推广计划。立委就要求文化部3个月内爱提出计划。这袂头有够厉害，你个头啊，忘掉赞。要推广母语，就要对教育和家庭做起。那照国家语言整体发展方案，文化部应该爱伫2026年达成台语家庭5万户的目标。也毋过文化部到今也无定出台语家庭的认定办法。民进党立委张雅玲拜三伫咧立法院委员会质询文化部长苏提的时，就要求文化部爱提出办法。因为你进前的目标已经定出来啊，你已经有讲要1万啊，所以你进前应该爱想好这个计算的一个方式。所以我想要知影讲，到时什么时阵会让阮知影讲。这个执行的成效，我们会以今年来做一个目标啦，把所谓的台语家庭学习型的、传承型的，对，要让它认证，要让它鼓励。
根据文化部2022年国家语言发展的报告，30至39岁的少年家是台语能力明显降低的族群，要甲台语传播下一代嘛有困难。立委指出，要提升台语人口增加母语家庭是上紧的。文化部答应会伫3个月内提出台语家庭的认定办法和推广计划。另外，立委表示，根据母语团体的建议，应该照台语程度关系来分做团省家庭和合适家庭，有无共的奖励措施，嘛爱互团省家庭入去到社区，带动台语社群的扩大。县市政府这个公告书的这个制度对吧？对啊，能够跟专业的台语团体的对接强化了。进入社区，我想这个是传承家庭哦。讲啊，足好的人会当加做的啦。对，我们会使甲伊要求无，因为即马只有讲认证的，带较讲袂认证的。对，安尼才有法度较紧的啦。对啦。立委张雅玲嘛要求文化部爱伫1礼拜内提供推广台语的预算和成果评估。伊表示，唔能爱创造台语社群，文化部嘛爱加强影视资源的投资，提升大众对台语的兴趣，对各方面落手，才有法度提升台语人口。记者刘尚如、王兴忠台北报道。要提升台语人口，增加母语家庭是上紧的。立委即马是要求文化部爱紧提出做法。也若亲像台语老协会，因着带母语家庭来做伙共学，来创造母语环境。也毋过伊嘛表示，目前上大的困境就是台语资源真少，拢爱靠家己。虽讲教育部即马有委托各县市来执行母语共学的补助计划，也毋过协会嘛表示，亲像台北市就敢若开放互学校去申请尔，真正咧做母语共学的民间团体，拢无申请的资格。刚好摕去做围巾的，但有看到伊卖啊哩对。对啊。家长用台语读绘本，一定囡仔听甲真入迷。台语路协会表示，目前因伫北部已经有200多个台语家庭参与共学，为着要增加母语家庭鼓励共学，教育部有委托各县市执行亲子共学母语的计划。不过协会表示，这补助实际上对母语家庭来讲，根本看会到，吃袂到。台北市敢若开放互学校会使去申请办理安尼活动，阮拢是爱靠家己的气力，吼家己招共学，家己找场所，啊甚至讲要找老师嘛是拢爱家己开资源去替囡仔创造台语的环境。协会理事长表示，这共学家庭爱开足侪气力来创造台语的环境，但是县市政府的补助办法实际上佫无法度直接帮助到母语共学家庭的运作。有家长以家己的经验指出，比起学校的活动，也是肯定伊的囡仔颠倒伫共学团愈自在，愿意讲台语的效果嘛较长远。希望政府的资源爱用伫对的所在。因为进前我参加过这个共学，我就搁转来试看卖，结果来遮了伊加足自然呢。台语的资源啊，台语的什么，其实拢喺政府的手头啊。系啊，伊会使做的代志是咱的几落倍。政府提供补助的目的，就是希望母语会当传承落去。台语路协会希望讲，这个补助未来若会使互民间团体，也是母语家庭来申请，安尼台语共学才通有久长的运作。记者卢尚如、王兴忠台北报道。为着要迎接国外节，也就是复活节，英国有做甜露店，甲鸡仔、菜卵，还有兔仔，才装塔伫鸡卵糕顶悬，要营造春天要到位的气氛。也若伫巴黎嘛有一个跳水的运动员，伊家己嘛是真介意做鸡卵糕，伊就设计跳水台鸡卵糕，而且伊阁讲限定伫奥运比赛期间才卖这款鸡卵糕。黄色的玫瑰鸡卵糕顶悬，还有鸡仔、过路人拢真袂条，加看一时啊！还有用菜卵甲兔仔做状态杯仔鸡卵糕，这拢是国华节象征，也是节庆点心的主角。国华节是春分了后第一个晚过了后的拜日，虽然每年的日子拢无固定，不过大部分伫4月中下旬。今年是提早到会，为迎接国华节，英国伦敦鸡卵糕店的头家娘用粉色系来装塔各式各样的鸡卵糕，提醒人客春天来啊！不过最近通膨严重，物价称悬，头家娘讲无希望将成本转到人客身上。Food ingredients has doubled, if not tripled, in the last year. We don't use a lot of ingredients, but the ones we do use, we need a lot of, and they're the ones that have seen a lot of the price rises. 伫英国有一项点心的传统，就是伫小圆面包为10字，内底加黑醋栗或者是葡萄干，这是国华节限定点心，口味一直有新的，还有太妃糖加苹果肉桂的口味。We just tweak the recipe a little bit. We add all the spices, mixed spice, nutmeg, cinnamon, you name it. We have a lot. And then we have the fruits, raisin, currants,
and mixed peel, orange and lemon, and that's what gives you the flavor. 这谱色亲像咱们讲的迷你版跳水台技能歌，是巴黎总铺师萨米伊的作品。萨米伊专业不只是点心总铺师，更是一个业余的跳水运动员。第跳水技能歌看起来普普啊，啊，不过切开了后，底座是法国传统的歌剧院技能歌，外形方方正正，有三种不同款的技能歌，加比巴达加巧克力贴做伙，内底是有微香脆片的口感。萨米伊根据家己的经历甲爱好，行出独一无二的跳水台技能歌，就伫奥运期间7月1日到8月11有咧比。C'est un art de plonger sans plongeoir et du coup de retranscrire ça dans une pâtisserie, c'était vraiment un challenge pour nous et on peut retrouver dans la pâtisserie plongeoir tous les éléments quand on plonge. Un côté aérien, un côté craquant quand on rentre dans l'eau, des choses comme ça qui sont assez intéressantes. 跳水台萨米伊展现跳水用具，除了向奥运致敬，萨米伊家也教练拢讲，希望这个技能歌能引起更较侪人对跳水的兴趣，搁试看卖这项运动。公司新闻新竹培编辑。当在关心各地台温度。北部温度上低是20度，上悬26度。中部是21度至30度，南部21度至31度。东部的温度20度至28度，外岛15度至27度。感谢乡亲收看，祝您平安顺心，咱再会。